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是不幸的消息，火烧厝烧死着3个人。桃园北地的介寿路有一栋4层楼的公寓，透早6点半火烧厝，这个火得传是真紧。住伫2楼一对姓曹的翁仔某甲后生，去互火烟来庆着伤昏倒，未赴逃生。互救出来的时阵，已经无呼吸心跳了。即摆要查看，是毋是就是因为厝内囤真侪杂物，阻碍着逃生甲抢救。 2楼都没有人的样子，都没有下来。火愈烧愈严，隔壁1点动静就无，厝边真烦恼。透早6点半，桃园北地介寿路这栋老厝开始庆烟，睡到人不知道，我们连都楼上一直人在叫我们都忘记拿钥匙了啦。附近的民众拢翕到火烧厝的画面，不少民众拢互大火惊醒。我在里面睡觉。 听到声音蹦蹦的，我才出来的。1楼的民众惊甲手直直喘，行云倒喘，不过也是真惊吓。不过2楼的祖先生一家伙仔3个人，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昏去，而且嘛拢无气啊。那爸爸行动不便，并且发现的时候是压制在那个置物柜底下。那我们妈妈的部分呢，她是我们在救出来之后，已经有往圣保路送医。 80岁祖爸爸和后生伫房间互发现，妈妈是伫灶骹，3人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无气。消防队员用要1点钟才甲火泡花，阳台阁有脚踏车，厝内嘛有真侪物件，毋但阻挡民众逃生，嘛增加救援的难度。火调科人员留伫现场调查，要找出导火真正的原因。